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集嘅主題係三高患者就診前請三思。不斷有三高嘅患者嚟求醫，我哋重申，我哋係唔降血壓、唔降血糖，亦都唔降膽固醇嘅。我哋只係專注糾正患者嘅體質偏差，因為只要體質恢復正常嘅話，咁血壓、血糖同埋膽固醇自己就會恢復正常。而糾正體質嘅偏差係需要時間嘅，需要幾耐？一定係因人而異嘅，短嘅3個月，長則半年或以上。一般嚟講，病情越深越長嘅話，就需要越多嘅時間。雖然血壓、血糖同埋膽固醇未必馬上下降，但係不適嘅症狀就可以好快咁醫好。譬如高血壓患者可能有頭暈啦、頭痛或者頭脹，又譬如糖尿病患者可能會口渴、容易肚餓、尿頻或者係眼矇等嘅症狀。患者食咗中藥之後咧，呢一啲症狀啊係可以好快消失嘅。三高痊癒嘅標準有2個，第一就係相關嘅症狀完全消失，而第二個當然就係數值恢復正常啦。只要症狀能夠改善或者消失，咁就代表咗治療方向正確，咁數值嘅恢復就係遲早嘅事啦。唔好意思，三高痊癒嘅標準應該有3個先啱。第3個就係患者停止治療，唔再食中藥，三高數值都唔會反彈。必須鄭重提醒大家嘅係，患者亦都需要喺飲食、作息同埋心境幾方面作出調整，以配合治療嘅。因為三高多數係由不良嘅飲食、不良嘅作息或者係不良嘅情緒導致嘅。喺呢幾方面若能夠同時改善嘅話，咁中藥嘅治療就必會事半功倍。我哋嘅治療係治本嘅，係糾正體質嘅偏差嘅。治標嘅治療，三高嘅數值睇上嚟好似降得好快，但係就冇理會到患者偏差咗嘅體質。因此，患者就需要終身食藥，永無預期，而且亦都可能會出現可怕嘅副作用添。嚟揾我哋治療三高嘅患者，心態係不宜焦急，因為儘管有一啲患者經過治療後，佢哋嘅數值恢復正常得好快，但係亦都有部分嘅患者，佢哋係恢復得比較慢啲嘅。另外，就診者需要明白同埋接受我哋嘅治療方針，諗清楚自己到底係想治標啊，定係治本，並且係願意喺飲食、作息同埋情緒幾方面咧作出改善同埋配合。大家諗清楚先嚟揾我哋啊！好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